19岁莫庆祝，啊无你可能会拄着歹代志，拄着歹代志。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真》，大家好，我是边。大家好，我华视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珍。今摆一定来到2020年的9月啊。即摆已经2020年的9月份啊。是。你对狗有啥物特别的感觉无？唔是这个狗啦。唔是这个啊，啊无是，你这是 OK 的款。我讲的狗 OK 是啥？你唔知 ？OK。歹狗，真歹的狗 OK。我是好狗。好，你是好狗。但系狗，譬如讲这个狗，九层塔，台语要安怎讲？高赞塔。屏东县有一个九如乡，九如乡。你看，白白一个狗，高赞塔狗，九如乡九。那真难呐。袂啦，一个文音，一个白话。有当时啊，有个俗语，你会念九，你嘛会念狗。迄就是看咱的学习的过程嘛。啊，譬如讲，咱有一寡老大人啊，对这狗是有禁忌的哦。是啊，迄就我细汉的时阵啊，阮阿公阿妈，阮爸爸妈妈，你跟我讲吼，狗这个吼是无吉祥的，所以你可能19岁的时阵生日啦，29岁、39岁、49岁、59岁、69岁、79岁、89岁、99岁。好啦好啦，只要拄着狗就对啦，拢袂使做生日。是啊，因为这是老大人的禁忌，讲若拄着狗做生日吼，会较会拄着一寡意外，血光之灾。佫有咧传说咧讲吼，19岁啊、29岁啊，你的庆祝愈大吼，你拄着的灾难会愈大。因为听讲这是咧甲阎罗王报你的岁数啦。哦。本来你伫咧迄个众生内底，你几岁阎罗王唔知，啊你即摆佫做生日甲报讲你几岁？哦。伊就甲你摕起来做记哦。哦。时间到了。哦。啊，而且是69岁、79岁、89岁这种较年长的岁数，尽量莫过。啊，若少年的是安尼，我捌听过是讲啥物29岁、39尽量莫嫁娶。哦，少年的是安尼，少年的是莫嫁娶。啊，若较老的老大人就是莫做生日安尼。啊，其实吼，狗有一个俗语，成日讲狗莫嫁娶，因为一个俗语，讲反正就做不歹。狗头重，无死翁也死某。这听这听系足重的这听就硬叫的，拄着狗也是莫结婚。新闻顶悬吼，常常会听到一对男女，然后伊要结婚，要结婚的前一礼拜，啊查某也是查某，出一个车祸过身去，啊落去查因的岁数多是狗，啊这拄好安尼。哦，这可能是巧合，可是古老的传说就对啦，系啦。啊其实狗嘛毋是拢无好啦。啊有啥物好的？我会记得你顶日捌甲我讲啊，讲你过年拢包红包，互恁爸爸妈妈拢包迄。我连包红包遮尔私密的代志，我嘛甲你讲。啊，我看你遮好。口感咱足好的嘛。系啊。你讲你包迄9999块到面。系啊。你有特别互你的阿嬷会当久久长长啊。对呢，其实吼，我是咧想，以早有人嘛是甲我讲过，红包包狗这个数字代表咧祝福伊的。对，久久长长啊。哦。对咩？所以你唔只会讲包迄个9999块阿嬷，要祝伊身体康健。哦。然后。食百字久久长。啊，佮有啊，有当时啊，迄求婚的时阵，啊，毋是诶，9999朵玫瑰花，代表长久的意思。嘿，对，所以狗嘛毋是完全拢唔好啦，这是谐音啊。嘿，对啊，但是话我讲倒转来，你会记得迄年发生迄个921大地震无？我咧讲，迄个时阵我拄啊看我阿妈咧困，半暝啊点我，我伫遐感觉有名动，也毋过继续困，伊迄时动足久，啊，佮安尼切，安尼摇，佮安尼切。我阿妈紧甲我摇，啊摇就讲，电动啊，紧走出来。啊，你拢无感觉哦？我有一点仔感觉，我感觉我有迄个咧动的感觉，可能是阮阿妈咧甲我摇。哦，迄是地震，你叫阿妈咧甲你摇就对啦。啊，不过这嘛足巧合的呢，你看921大地震的震央是伫咧南投的一州嘛，附近拄有一个9份2山。高滚啊，二山，搁一个狗啊，你看，啊，搁一个99风，嘛拢放甲拢放落，拢狗你看。上巧合的是啥？地人迄当时1999年。啊是吼。921。哎呦，这个9。所以
有当时咱嘛袂使伤铁气。是啦，嘿，相信也毋过唔通迷信。应该信的也是爱信啦，系啦，因为这是咱这个老祖宗的智慧传落来的。讲无好的所在，咱卖铁气，咱爱信，爱信就爱信。这个酒，咱感觉伊是歹的物件由来是啥？咱才有资料。有一个民俗的老师，伊就甲咱讲吼，中国的历史，到这个年，当皇帝当用。哦，九五至尊。是，哎，讲到这个酒当皇帝当用，啊，一般的老百姓嘛，伊就是啊，袂当用着酒，袂当用着酒，袂当用着酒，用袂起就对啦。对，慢慢就一寡传说出来。你看，这佫是以前迄种传统的帝制，是啊，有着要来控制老百姓。黑白讲的一种讲法啦，是啊，对无？因为什么？教咱老百姓袂使用，应该是讲吼，是台湾民俗内底上侪人知影一项，其中一项。因为嘛，伫我读大学的时阵啊，可能即摆少年人嘛是拢知影。拄啊经过19岁这个会数，大家同学啊就讲吼，19岁莫庆祝，啊无你可能会拄着歹代志，拄着歹代志。好，我唔知呢。你唔知哦？系啊，我读大学的时阵，哦，你就有安尼有安尼咧讲。哦，安尼恁这代人比阮这代人更较迷信。啊那有。我安尼感觉。阮是人阮迄代人，人阮迄代人拢无。恁无吗？无，人阮也是18岁、19岁、20岁、21岁嘛是照常过。啊是哦。嘛是平平安安大汉啊。是哦。几岁啊？哈，你人管。咱今仔有几句啊俗语？甲有关系。是，我甲你考啊。哦，我甲你考啊。来讲来，1、2、3。哇！输的人爱讲啊。赢的人爱解释，对无？游戏规则是安尼啊。我讲俗语，啊你解释嘛。我来，来，来你先。有一句上解，即个大家上知的，一个甲狗有关的，就是十喙九尻川。足侪人咧讲话啊，足差啊，意见足多。哦，对啦，那意思就是安尼啦。好啦，你莫歹啦，嘿啦，十喙九尻川。那你讨论代志的时候，大家拢有意见嘛，袂歹啊，提供真侪想法出来啊。系啊，嘛真好啊，系啊。啊，搁来一顿叉九笑。一顿叉九笑。差种远，就是差足济啦。其实我会讲搁较济，我会讲一顿差九笑狗。哦，我的差比你较济吼。哎，对，你一定比我较少的啊！你有啥物好比的？九月胎无人知。各种的自然科学哦，拢会讲到的。哦。安尼哦，天气变化足大，变化无切，应该是讲这个9月风台是算秋天的风台，那一般风台拢伫咧热天，所以伫秋天的风台较无人知，所以会愈恶的款吼，是不是安尼？是啊，可能啊，还有一个，无啊，安尼尔，无啊吗？啊，无我你甲我考啊，一道卡赢九招。这道你若听会到，较赢你9道换一招。譬如讲，咱的迄个台语真练长，这集你若看有到，较赢你就9道咧换一招，较赢嘛。哎呀，所以什么意思？家己想啦。台语真练长真好看。对，无看到你就无彩。是啊。嘿，看到你就赚到。哦。嘿，安知吼？是。好，另外一个哦。还佫有哦。有哦。你有准备，我嘛有准备。哦，还佫有哦，好来。暗顿减食一口，外加99。啊。这足简单。简单嘛，这有啥物为难嘛？这就是健康养生之道嘛。就是咱食7分饱就好，唔通食到10分饱嘛。咱医生常咧讲吼，食7分饱会当互你健康长岁寿嘛。所以你减食一喙啊，老了后壁再食，对无？还佫一个。还有哦，要有，好，一粒田梨煮9碗公汤，9碗公汤。一粒田梨煮9碗公的汤，这一粒田梨尔，你共煮到9碗公，安尼你是毋是伤过分啊？吼，是毋是？足少的，啊你要嘿，所以意思是安怎？啊头刚减掉嘛，啊你这物件
啊，内底你看起来吼，其实实质内底物件少。啊，咱今仔日讲这9跟9的风俗这物件吼，毋是要甲大家宣传讲啊，一定爱去相信这。对啦，毋是卖迷信啦，咱是讲啊，拄啊好，即摆是9月份，啊拄啊，大家罔讲这个狗，会一个传说啦，好啦吼，一寡传统的看法啦，好啦，甲大家互相讨论啦，无特别的迄个意思，也是迄句啦，无轻无气食百二啦，嘿，后回这时间继续看咱的台语真认真，拜拜。你讲煮到高碗公，啊，你是毋是伤过分啊？吼，是不是？足少的，啊，你要嘿，足济，啊内底料足少的，可能是就是啊，像迄梅，啊做内底米足少，就啊足暗的安尼，拢暗安尼，就是共款这种讲。所以意思是安怎？意思就是讲，你物件其实你啊一包饼内底，对，啊内底拢是空气，对，啊饼干一丝丝啦，是，这个意思。所以意思是安怎？啊头刚减了嘛。